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2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发生，另外过年进前需要入境回乡人数大大增加，桃园市需要监控人数可能来到13000人。疫情继续伫咧滚价，全世界武汉肺炎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亿啊，死亡人数要214万人。有表演团体伫台南的夜市让火球险险去伤到幼囡仔，这款危险的表演也引起正人议论。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墨西哥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个40岁台湾查甫人。那讲到疫情指挥中心要追踪需要隔离民众，目前已经有3262人。桃园病院11楼的护理之家，目前全部采检拢是阴性的，只剩一位清洁人员也正在检验当中。也因为国内外拢发生疫情，疫情指挥中心也要甲禁止外国人入境的政策延长到后个月底。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加在本土个案无增加。案号891是台湾籍40多岁的男性，去年11月份去墨西哥出场，今年1月初发病，伫当地确诊，就医隔离治疗。这个个案因为有几啊种慢性病，属于高风险的患者。因为安尼1月24，一国际紧急医疗专机登来台湾，经过采检了后确诊，这嘛是案号619加入台商，甲案号824奈及利亚台商了后，第三个坐医疗专机登来台湾的确诊者。这一例他并没有插管哦，所以他目前是只有轻微的咳嗽哦，那是有用氧气的鼻导管这边在使用，那可以下床自行活动。部立桃园病院群组感染，已经有15个人确诊，其中案号889甲890感染源不明。指挥中心表示，已经扩大采检相关接触者195个人，拢是阴性，也若血清检查，搁要一段时间。另外，11楼护理之家采检的结果嘛出来啊。89个人拢是阴性，也阁有一个清洁人员检验当中。总共人是49位的住民哈，那40名的员工，哈，那这些都已经采检也完毕哈，那全部都是阴性。那一名40，它里面有40+1，那一名昨天请假，那今天也回来再采检。因为国际疫情严重，台湾边境的管制嘛有限，为今年元旦开始。限制非本国籍的人士来台湾，媒体问讲2月份敢会阁继续来实施，但市长强调讲，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疫情伫咧滚价之下，秋冬的专案也无特别的情形，所国的政策会阁延长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发生群组感染事件，指挥中心也要甲5000人列入去居家隔离，而且搁再过2礼拜外就要过年咯。桃园机场会有真侪人要入境回乡。桃园市政府也表示讲，这回监控的防疫人数可能会超过13000人。这款规模确实会造成医护人员的压力。市长郑文灿表示，除了中央政府的补偿以外，若准是医护人员因为医疗照顾所来染病，市政府会搁另外补贴10万块来当作是补偿金。清洁大队伫桃园8地市区大消毒，所有的街仔路也有公园的设施、甲公共便所，每一个所在拢详细消毒。国军33化学兵群嘛来斗3工，针对新冠病毒确诊者捌去过的所在彻底消毒，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确诊者的行踪出现伫8地几个所在，其中大揽市场全面消毒了后，2楼继续营业，不过人真是减真济，真济贩仔真拍拼咧救生理，要是救无人客。除非那个就是过年或初1、初2才有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这么少人。生活还是要过，我们没有补给，我们怎么办？家里都还那个，就只有派1个人出来呀。然后戴手套、戴酒精。部立桃园病院爆出群组感染了后，当地民众烦恼疫情，桃园市各单位嘛真谨慎，因为伫咧指挥中心扩大扩例5000人了后，最近佫拄着转来台湾过年的人数增加。市府预估，一直到2月回乡的高峰期，监控防疫的人数可能会超过13000人。在1月28号返台的高峰期，那最高会到达8000人左右。那防疫旅馆的部分，那么我们目前还有余裕的量。因为居家检疫隔离的人数多，所以防疫车队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消防局救护车送个案去病院的勤务嘛增加。最近也搁会协助桃园病院的患者来转院，负担是真重。消防人员自我防护是更加袂当放零。就像是手套的部分，就我们一定会再用胶带去把它缠绕，因为在动的时候啊，那个衣服防护衣可能会跟手套分开，那边就有漏洞这样。
除了载患者的消防人员，徛伫防疫前线医护人员，工作量甲压力嘛是真重。市府决议，医事人员若是因为医疗照护来确诊，会加发慰问补偿金10万块。那如果是因而受到这个居家隔离，那么我们医事人员每一位发给3万元。针对基层的诊所烦恼防疫物资无够的问题，郑文灿表示，这2天会调度12万的喙暗，还有防护衫，赶紧配送。另外，最近民众自费采检的人数增加，有部分的病院采检的人数伤济，消袂离。市府除了2B2的机动采检站，嘛会向中央争取加设一寡采检的点来应应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发生病院群聚感染事件，甚至有的个案是找无感染源的，连带影响到去到桃园旅游的意愿，甚至有旅行团规个是取消桃园的行程。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在防疫期间，旅客减少出国，也希望观光产业就要谅解，也强调讲，挺桃园就是挺台湾。桃园大溪的落雨清路，因为风景水，互人有敢若出国的感觉，加做转开的热点。不过受到步入桃园病院群聚感染事件的影响，不少旅客取消去桃园的行程，嘛有旅行社自主停团，宣布即时开始暂停出团去桃园。防疫指挥中心的脚步走到哪，我们就会部署到哪。单桃园跟整个旅游业它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其实反正就是跟着政府的脚步走，我觉得都还 OK 啦。嘛有旅行业者讲，其实群聚事件爆发以来，只要有桃园的行程，报名拢会受到冲击，所以人数无够，无法度出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并无禁止业者出团去桃园。针对停团等等的商业行为是表示尊重。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讲，防疫期间减少行煞是好的，不过唔免伤过头行行。挺桃园就是挺台湾，那没有人是局外人。在这个情形之下，只要落实防疫的措施。在台湾还是非常安全的，不用去特别标签化特定的地区。交通部向受到冲击的桃园观光业发声，希望业者会当体谅旅客在防疫期间的决定，疫情要小袂退。交通部进前推出的春节孝亲专案，还有单轨团体旅游方案，反应无介好。今年敢阁会继续推出国民旅游自由行的旅游补助。交通部讲，因为预算真严，会阁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真侪大型活动拢已经取消啊，亲像新北市三峡的清水组寺庙，逐年正月初6拢有太低讲，今年的祭典也是宣布停办。另外，伫台中的年会大街加当时的成城办节也宣布要取消。不过，2月开始的台北国际电玩展却是照常举办。就市议员呼吁讲，就要赶紧来停办。不过，台北市政府却表示讲，民间的活动无法度强制，因为中央政府爱定一个规定才是。每年正月初6三峡清水祖寺庙的赛地港，今年因为报道群聚感染相关扩大居家隔离人数在各县市，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停办，拍破200年来传统。我在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的公庙，初6神猪庆典一经取消。侯友宜宣布，我近桃园的南口泰山新庄树林，因果三峡这6区的老人共餐取消。台中市天顶一中甲逢甲相款3大年会大街活动，甲1月初8办的当时新城办节拢取消。家己城隍庙每年春节免费发宝钱，拜人往几公里，所以庙方今年改做民众爱捐钱这领有条件来发放，避免群聚。相关的过年过节的这些用品一定会进入市场。那所以谢谢经发局有设想到要加派人手在各大市场，要举牌宣导请大家戴好口罩。台北市清洁人员挂面大伫南港捷运站转运站喷消毒水，这是3天经过人潮真济。环保局指出，这礼拜会将各车站的适大部分完成消毒。28开始4天的台北国际电玩展，有5起数十万人，有市员呼吁应该延期或者是停办。目前台湾是还没有达到社区不明感染源需要直接停办活动的风险等级，除非中央有明确的下令，否则地方政府是没有强制。台北市府表示，民间活动今年看到，各强调中央应该定出标准。电玩店主办单位表示，会确保民众入场挂喙罨、放体粉，人数到8,000人的时阵，会做人流管控，搁做实验制。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驻美国代表处进前有一个员工去染到武汉肺炎，连带其他3位人员就要进行居家隔离。这3个人当中，其中1位就是驻美代表萧美琴，目前也当咧处理办公，伊目前也是第2届居家隔离啊。萧美琴大使，她日前因为跟这一名确诊的这个雇员有接触史，因此呢，她是按照相关的这个防疫规定进行居家的隔离远距办公。那萧大使他个人状况非常良好，他并没有任何的不适的一个状况哦。那主要就是因为接触史，所以根据防疫的规定，我们就采取这个预防性的自主隔离。咱台湾驻美国代表处伫去年底也有2个员工确诊，迄当时萧美琴也要进行居家隔离。不过，即马这个时间点拄好是美国总统拜登拄上任，台湾也着爱甲美国迄边有一寡季节甲互动，代表处敢会加强防疫规范咧，也引起众人的关心。讲到这疫情军港，全世界武汉肺炎的感染者已经超过1亿人啊，死亡人数也超过214万人。伫英国有一间450年历史的酒吧，因为疫情关系，关店算是收起来。德国、法国为着要防止疫情，也开始进行边境的检查措施。另外，伫荷兰也当咧实行宵禁，所以引起民众反弹。专工听名声来游客无度入去，敢若会当伫门口翕相干大件。伫疫情的影响下，英国酒吧限制营业。伫牛津一间超过450年历史的酒吧，伫 Lamb and Flag 袂堪咧疫情的影响，确定31号爱关店。It's a place where people come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o enjoy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 surroundings. And generations of people have done that. Students, townspeople, people from afar who are drawn to Oxford because of this pub. It'd be a real tragedy to see it disappear. 这间酒吧来过真侪出名的人，有作家诗人，亲像《魔戒》作者托尔金、纳尼亚传奇作者 C.S. 路易斯，也甲英国的作家汤马斯哈代，拢捌来遮消费。即马酒吧等未到春天来，伫寒冬中行入历史。伫落雪的天气，民众爱排队等待检测。德国疫情因为国较清悬，政府要求入境的人按专门体检，所以伫捷克甲德国的边境设检测站，2地通勤的民众每48点钟都要重新检测，造成不方便，一直互人批评。这是第2战了后，欧洲再一次严格管制，不过这届是为了防止病毒。累计确诊95万的荷兰，第23启动2战以来头一遍宵禁令。民众伫首都阿姆斯特丹甲真侪城市发动抗争，抗议的民众摕石头击远景，甚至用火烧临时的检测站，连续几天的动乱，警方伫全国已经至少逮捕150人。Des confinements entre celui qui avait eu lieu en mars, celui qui a eu en novembre, il y a eu des évolutions parce que à chaque fois on tient compte évidemment de ce que nous avons appris des différentes périodes et on adapte. 是毋是封城？政府无甲话讲定，不过知影消息的人是讲，上紧后礼拜就会公布。法国伫变种病毒的威胁下，已经加强管制边境，入境人拢爱提供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但是，敢若安尼还阁无够，单日也是创下1.8万确诊的记录。截至目前，疫情一点仔都无缓和的迹象。根据世界实际的统计数据，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已经破亿，有214万外人死亡。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咱台湾今仔日的空气品质无讲介好，台中以南的空气指标是对柑仔色变做是红色啊。中央气象局的局长有伫面册顶头放一张相片，本地掠准讲是对玉山看落去的地平线，事实上迄是鹰野的歹空气。早起的台南街路一片雾茫茫，26早起9点就算日头出来，雾霾也是大规个都市。到下晡4点，分嘉南高雄真侪测站的 AQI 指标拢超过150。高雄市民无奈表示，已经惯习大雾霾日子。呼吸上面啊，心情都不是特别好。灰蒙蒙的，但是没有，应该是算是常态吧。26季的西半部的 AQI 指标为台中到高雄，为柑仔色慢慢恶化到红海。去西丽大桥佚佗的民众表示，就算伫较空旷的户外，也是爱挂喙安、较舒适。能见度大概顶多7公里、6公里不到了。这个云家这边的那个空污大概扩散不了，大概是这样。
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也伫面册抛出一张为玉山北平向西翕的相片，看到的地平线甲海天一色是雾霾。环保署表示，主要是受到扩散条件不好甲境外污染源所造成。由于那个本地那个扩散不好，还有加上一部分的一个外来的一个境外的一个影响所造成的，垂直方向的混合层有缩小，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把整个地面附近的这些污染物，那都局限在某一个高度以下。台南市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空品的应变小组，云林县政府要求工厂减排，未了气电厂启动环保限制降载作业。环保署也呼吁分嘉南高屏地区、红海区域民众减少伫户外活动，中部甘色地区敏感族群也应该尽量唔通做户外剧烈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施行的区间测速，却也出现真侪问题，甚至最近佫发生讲自身安全记录。交通部伫今宣布讲，若准厂商无法度证明因的产品毋是中国制造的，就要随来提掉。对今仔开始，交通部补助地方政府去设的区间测速也渐渐卖用。一个查某人伫2019年开车经过自强隧道，互区间测速判定时速64公里，比速限50公里较紧。查某人认为家己并无超速，所以提出行政诉讼。顶法院认定仪器无够精准，判决撤销罚单。区间测速毋若讲仪器校对引起争论，之前还有传出仪器互人大白是中国制，有资讯安全的记录。虽然厂商否认这个传言，不过交通部宣布，为了确保咱国的交通资料安全，若说讲袂当证明产地甲零组件毋是中国制，拢爱先停用。第一个是要求他们切结，第二个，我们请设置厂商提供设备海关的报关单、出厂证明及设备型号。如果里面有任何是中国的产品，这个设备必须下架。交通部表示，此地违规牵涉到人民的权益，主持安全必须要严格认定。为了避免生产地也甲大白这记录，会委托第三公证单位来成立验证小组，2个月内完成验证。专案专家分析，因为区间测速仪器一定有联网的功能，一旦有资讯安全的记录，车牌这个交通大数据会互有心人完全掌握。当他所收集的资料，那个回传回去资讯系统的这个中间的过程。可能都会有被那一个就是后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其实行政院伫去年就发函要求各公务机关，伫今年底汰换中国厂牌资通讯产品，避免资料互人不当利用。若做无法度汰换，嘛爱提出风险评估。若做经过核定，才会当继续使用。交通部表示，伫查清楚区间测速仪器产地进前，由交通部来补助地方政府所建立这个区间测速仪器，亲像台九线、北宜公路、台中市向上路6段、高雄市松艺路这16个路段，拢爱先停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礼拜伫台南的新永华夜市，有一个表演团体伫当为人会做表演，却因为伫咧点风扇的时阵无细力甲火球撇出去，险险是击到一台婴仔的刹车，要人伫咧质疑讲夜市下钱钱，敢适合这款有危险性的表演哩？表演者害手里的火把，吸引小朋友坐伫涂骹看，过路的人嘛挖头看，所来换做火球的演出。随着表演者那么悬那么低，也真吸引人。但是下一秒，火球却是熊熊害伫外口，敢若差10公分就击到边仔囡仔车。视觉还蛮可怕的啦，毕竟就是这种地方，因为它的围篱很近，它没有到非常的就是安全距离没有拉好，那感觉上这东西不管是油滴出来还是甩出去都很危险。火舞表演伫台南新永华夜市，管理单位要吸引人来，找无共类型的表演团体轮流演出。27迄天演出醒哦，互民众看甲心惊惊。力量太大了，然后我当天没有注意到，导致我的另外一个手中的道具就是被它勾飞，他就喷到那个旁边去，没有喷到那个客人。这点因为小可有一点疏忽，有一点事故，那这点我要甲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夜市方面强调，灭火器早就准备好啊，表演距离也尽量扭开。即卖的消防法规，台中市要求火舞户外表演要伫20天前申请，并附安全的防护计划。不过台南市敢若规范式来免费表演。明火表演的安全管理是针对室内的场所才有相关的规范。那这个算户外的摊商的部分我们这边是
建议我们这摊商的自治的管理单位加强相关的消防安全。消防局呼吁，互我部分业者家己准备好灭火器，并将范围扭开5公尺以上。毕竟任何精彩演出拢经过千辛万苦的训练，毋过嘛未堪咧一概生误。最好万全的安全防护，才会当大家拢欢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5年前，有一个50多岁妇人人坐公车的时阵，准备要落车，伊煞徛起来手也无花，公车司机雄雄打洞啊，害伊规个人跋倒去弄着头壳，送到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回来。法院认为讲双方拢有欠点，但是公车司机的责任较大，判客运公司甲司机就要赔人200多万。公车等要靠站，一个查某人徛起来，正手有花，准备落车。这个时阵，司机雄雄动车，这个查某人向前冲过去，头去弄着，送医了后脑内出血死亡。5年前，死者家属因为不满提起告诉，向公车司机甲东南客运求偿超过1000万。高等法院26判决出来，维持1审的见解，判决客运甲司机民事赔偿229万。因过扣除对方已经得到强制险给付200万，所以只需要搁赔偿29万，专案是还可会当上诉。家属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是表示不能够接受的。那目前来说是不排除会继续采取法律行动。对于法院判决，律师讲家属未当接受，指控司机不但进站进前雄雄动车，而且佫超速。合议庭认定，虽然这个司机超速是主要原因，不过这个姓老的女子到站进前已经徛起来，行向车门，敢若一手有花。认定讲伊无犯案，完了有疏失，所以应该负担20%的过失责任。对这件代志，东南客运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因为这个经过2次判决啊，判决司法的判决是最值得信赖的嘛，对不对？判决结果我认为是判决是很公正的啦。为了自身的安全，请紧握扶手。其实公车的走马灯拢提醒民众，换站了后才会当徛起来，车内嘛有警示民众，路况变化多，要徛起来的乘客手爱还安，也毋过毋若乘客爱遵守规定，司机嘛爱小心驾驶，才会当保障双方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靠岸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晡召开会议，桃园以南大部分的水库只有欠2成到3成的水，而且气象局也预测讲2月、3月雨水量会较少。今年呼吁讲工业用水用正常的公司，就要省水7%，若准是做袂到，政府就要去管制因的用水啊。另外，伫过年进前，民众拢会大摒扫，政府也鼓励民众讲用漆的来代替泉水，安尼是较省水。全台落雨情形无好，尤其桃园以南，宝池水库、明德水库、德基水库、十文水库等，抽水率上加无到2成。不过好消息是，各单位举办各项紧急抗旱水源，要伫2月初1进前提早达标，导致稳定水情。抗旱水井并入自来水系统已经增加到159口，每日可以产水33.6万吨。那我们新竹的紧急海淡厂也已经完成，每日可以供水3000吨。旱灾中央在海应变中心表示，目前全台各地区水情定号维持不变，新竹标的台中维持减量供水的甘式定号，桃园家己台南减压供水黄灯，彰化云林南投高雄平湖水情提升青灯。不过气象单位预测今年2月到3月落雨量也较少，用水大户省水7%不变。科技部下卡各行园区省水9%，工业局下卡加工出口区省水8.36%，工业园区也超过7%，强调若是无达标，会强制水表封严。前面每个水表前面会有一个开关，那开度我们会把它缩小，缩小了以后就会用铅封的部分把它固定。针对南部水库清山，尤其是上大水库、十文水库，水库蹲山有36.7%，恐吓影响水资源调配。水利署表示，已经加强办理水库滤分加抽水的工作。因为我们到去年到年底，我们整个水库的清淤量大概1400万吨啊，这个是10年前的2.2倍。大家要伫春节大摒扫，呼吁大家应该用漆来代替用水冲的。大摒扫时间甲民生减负用水时间该分开，将确保春节期间未欠水。我表示今年5月进前，民生工业用水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头几先咱来关心中国疫情。讲到香港政府顶礼拜伫佐敦区的部分社区实行封锁，也做体检。因为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这个阶段的措施已经有成果啊，有机会甲传播链切开。另外，中国的讲到中国的部分，25是搁再增加69个本土病例，伫乌龙港就53个人感染，北京、上海也有人染病。疫情正严重的吉林省也出现一个死亡个案。楼顶厝边拼一条锁啊，甲楼凯住户互相送食面甲用品。中国好厝边，伫疫情滚价时阵是真珍贵。然后他家就那个用的东西没有了，后来那个他就在那个群里边问谁家有这个东西，然后我说我家有，正好我俩离得还挺近的。通化市吉林疫情重灾区，因为官方宣布连夜封城，不少人未赴欢迎，面临断粮危机，只好甲厝边互相挖苦。中国本土疫情回升，25新增加82例确诊病例，本土占69例，分别是乌龙港53例、吉林7例、河北5例、北京甲上海各2例。自13日后，各新增加1例本土死亡病例。患者高龄，合并高血压等多种基础疾病。1月25日，出现快速心律失常、血压下降、呼吸心跳骤停。乌龙港疫情真严重，随花市望开关完成4轮全民核酸检测，检测超过100万人次。北京大兴区启动第2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因为春节要到位，各省真侪有名风景区暂停开放，未少社区甲企业提及非必要卖回乡，官方明确要求。疫情高风险、甲中风险地区民众就地过年减少人员流动，就烦恼疫情失控。另外，伫香港真侪穿防护衫医疗人员来回行动，佐敦区4条街道内底16个街区，顶一周末封锁禁止出入。各强制区域内差不多7000名居民做病毒检测，这是港府第一摆因为疫情祭出类封城。200多個係應該接受強制檢測，喺呢個受限區域裏邊嘅居民係冇接受過強制檢測。呢個整個行動裏邊總受檢嘅人數大約係7000人，成功揾出咗咧係13個隱性嘅個案。7000人當中，找到13個確診個案，有專家認為成本效益低。不過林鄭有了應斷開，感染傳播鏈有必要，無排除之後個封區強制檢測，也傳出油麻地古南甲清水埗是一個受限區域，煩惱消息走漏，可能以突襲嘅方式進行。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總統拜登拄上任，中國解放軍隨一直的試探，對外國的軍事被記錄到今仔早起，美國海軍有1台偵察機，加中國1台干擾機，這2台軍機攏做伙出現佇台灣西南空域附近，而且這2隻軍機也相閃身經過。發生這款的情形，咱的國軍也隨飛去天頂警戒。美軍進前捌宣布講，羅斯福號的航空母艦打擊群飛去到南海。中國伫今仔日也宣布講，對2日開始會佇雷州半島西部海域舉辦軍事演習。中美未輸是要互相批評共款。國軍伫今仔日伫台南的空軍基地進行過年期間的加強戰備操演，這回重點是放佇個經國號有安中科院的萬箭彈，收到命令了後5分鐘內就要趕緊起飛去應戰。另外一項演練就是模擬9隻經國號伫同時間內做伙維修。空軍表示講，這是要展現保衛西南空域的決心。是，現在5公分，2架4公布。第一警戒室的官兵若接到指令，就要隨響裝備走對 IDF 經國號戰機，因就要喺5分鐘內完成緊急升空起飛。IDF 順利起飛，喺空中是真隱密。國防部日落在台南空軍基地展開春節加強戰備操演，面對台海情勢緊張，這個操演的項目是以捍衛台灣西南空域做背景。模擬相戰的時陣，緊急編隊起飛，甲降落等等相關的任務，針對中國軍機擾亂台灣的頻率愈來愈懸。喺上戰線負責台海防衛任務的飛官講，各連隊壓力攏真大，不過也是展現守護家園的決心。各個連隊的壓力都蠻大的，但是在有空軍在的一天，我們一定是依照相關的戰備規定來執行相關的應處作為。所以請各位媒體朋友跟相關的台灣的人民不用太過於擔心。
地勤人员甲万检单挂起的 IDF 顶悬，这是 IDF 头一届对外增配万检单。万检单是中科院研发的，射程有到200公里。一只 IDF 上侪会当挂2粒，主要是用来破坏机场的跑道，会当攻击中国研发的军事目标。一粒万检单大概超过1亿。而且一粒就会当甲6平空公里规个吞互平，为了是真惊人，嘛防合作是台海杀气，也若这嘛咧警告中国，莫一直想要起事。目前天区的部分是由那个台中联队做进驻，那后续就依司令部的一个指示，看后续可能会规划由本联队来做一个进驻。空战出影响，地勤一半讲，战机每一届顺利升空，有一半是地勤人员执行高标准的跑道等修复的任务。到这 IDF 共一个时间，展示后勤维护甲保养，显示空军后勤能量充足。面对中国军机真正扰乱台湾防空识别区，空军强调讲，24点钟拢有真紧心伫确保空防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就人烦恼讲会冲击到台美关系。根据到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有要到65%的民众因是无烦恼讲拜登上任了后，台美关系会变卦。有学者认为讲拜登未替台湾做议题，甚至期待两岸会当对话。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对拜登上任的担忧，甲3个月前比较起来，颠倒减少10个百分点。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65%的民众未烦恼拜登上任了后，台美关系倒退，有28%未烦恼。尤其是美国国务院23表明，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尤永良认为会减少台美关系的忧虑。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整个人事的布局，特别是对于台湾的一些基本的政策，看起来让大多数的台湾人感到安心。北美论坛举办拜登主政下的美国，过去拜登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强调，未将中国、俄罗斯当作敌人，但是会将中国当作是重要的竞争者。拜登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之前也伫外交事务期刊中讲，强调美国要加强亚洲特殊。学者认为，拜登对中政策会倾向警戒中国，竞争交往，继续的强硬战略。然后呢，再交往，这个是刚才的 Campbell 他所强调的，双方要退一步。再进一步，小步前进，但是要透明、稳定。然后他特别提到一点，中美双方不需要再去什么建立互信了，因为互信根本打不成。那但是呢，他跟这个川普不一样，是他不打台湾牌。过去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稳定，不过美国最近的声明中，将6项保证甲3公布台湾关系法并列。杨永明分析，美国将更加重视台湾的军事安全，比起川普，拜登无拍台湾牌，支持台湾，暗过维持一中政策，而且会转向呼吁两岸对话。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案，到当时还未定案。促转会伫进前捌表示讲，会建议三军机队刷到户外广场表演，莫伫室内来致敬。接落来会甲国防部、文化部做协调。国防部也表示讲，若准有正式方案，就会配合办理。中正纪念堂要安怎转型也未定案，也毋过因为文化部长利用着顶置一句抗议者立场，较偏向温和，无主张拆馆甲拆铜像，引起独派团体用2件蒋介石铜像。促转会表示，将建议国防部先将三军仪队刷到户外广场表演，唔通伫馆内致敬。这个是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的选项之一，但是也有人提出说，那除了撤到户外之外，是不是也有干脆请国防部仪队整个撤离中正纪念堂？这都是选项。那但是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跟国防部来做后续的讨论。促转会表示，伫正式转型前，需要有过渡期的方案，而且最近一直甲文化部协调相关措施，像中正纪念堂的导览单内容做改变等。另外，三军仪队表演刷到户外，也会积极协调国防部回应，但正式定案将配合办理。只是当上敢要听，228关怀总会发声明表示，李部长你唔对啊，要求将台人乡手的铜像移除。之前大黑人在那里实在是很讽刺的，这不是把家属或者白孔是受害者家反对，本地他人对这个也没办法忍受啊。228关怀总会表示，蒋介石
到今也继续伫中正纪念堂受国家保护，接受唔知历史的游客膜拜。因要求政府将台南乡手的铜像移除，将厅堂改造台湾国际维权政治研究中心甲博物馆，纪念为台湾牺牲奉献的先贤先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4月，空勤总队有一架海底直升机伫咧高雄小港机场摔落来。经过运安会调查，认定讲驾驶对直升机的操作无够熟手，才来发生意外。运安会也要求空勤总队要建立一个安全监理机制。消防车泉水有风导火，空勤总队一架海底直升机，去年4月伫高雄小港机场摔落来，机身严重受损，好在无人伤亡。运安会日公布事故调查报告，可能肇事的原因是当时执行训练科目时，正驾驶对机尾的普罗佩拉适合特性甲关键操作程序认知不足，最后造成主要普罗佩拉打击道面失控摔落来。错失的那个时间点之后呢，因为太接近地面啊，所以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在操作上，这边是有检讨的空间。这个都是训练的问题啦。运安会也检出甲风险有关系的6点发现，包括正驾驶无对执行这个科目前所得到的资讯进行必要的评估甲准备，也无提报要执行紧急停驶训练、针对模拟机训练、空勤总队无定标准甲机制等。对于运安会报告，空勤总队表示尊重，也强调事发了后已有做改善。我们把我们这个飞行员就暂停了飞行职务，要求我们的飞行员每日的飞行任务一定要按照飞行计划来做。来杜绝说我们以后再有这种违规飞行的事件来发生这样。针对内政部运安会也提出安全改善建议，希望检视甲考量建立空勤总队完整安全监理机制。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机组人员无法度到马来西亚进行模拟机训练，运安会也希望要有替代方案。空勤总队也回应将各做通盘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部的空气品质会变歹，真侪人拢认为讲台中火力发电厂也是污染源之一。为着要改善这款的问题，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下晡甲民进党立委做伙来召开记者会，因宣布台中火力发电厂乡土炭机组停用的时间表，要甲停用的时间提早10年，也希望讲乡加水的机组会当量早来启动。民进党中部县市立委伫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号召之下，共同出席记者会宣布，要针对中火烧炭机组除夜时停提出主决议案。中火新建燃气机组，若伫2025年上转，2年了后，1号烧炭机组就要除夜，10代烧炭原底2046年除夜，即马提早10年，而且机组除夜了后无拆除，呼吁台中市政府唔通阁拖延燃气机组就算。两方就僵持不下。那所以呢，永远无解。但是这个僵持却，我刚刚讲过，要让台中市民来承担这个僵持的苦果，因为台中市政府每卡1天，燃煤就多烧1天了。要加紧以气换碳脚步，出席记者会，基进党立委陈碧慧也表示赞同，尤其是烧炭机组除夜无拆除。咱知影一个做现实的代志，就是为着经济，为着产业园区，为着科学园区，咱袂当这个时阵来将烧煤除役嘛。如果要除役，这关起来工厂谁要负责？同款也提出相关主决议案的立法院国民党团，是认为民进党发出的诉求是拍假球。这一切都让人家觉得说，你是打假球嘛，以气换煤，但实际上却只增加燃气，没有马上除煤。面对民进党指控和燃气机组兴建卡关，台中市环保局强调，拖延时间的是台电，伫电力充足的状况，台电应该先替换烧炭，才会当让市民感受到诚意。燃气电厂在开始动工之前，它就必须先表现它的诚意，既有的机组能够做除役的动作，台电越快，我相信就越快。现在时间是卡在台电这里。执政党希望电气就算了后，2027年起，各户烧炭机组陆续除业。也毋过在野党甲台中市政府拢认为，要回应台中市民对空品的期待，就应该伫电气机组上线前先停烧炭。环保局表示，除业时间需要自今年开始，因为改善空污，袂当阁等2年。记者综合报道。
对去年3月开始，中国开始管制外国媒体工作证，而且各香港国安法疫情等等的因素，提出真侪外国媒体无法度入去中国，刷走来到台湾。台湾今也变作是这寡外国媒体采访中国军基地，伫台湾因也发现讲台湾的防疫在调，也变作是因的报道重点。台湾的国际知名度自安尼生就开始名声开阔。中美之间的竞争也牵连两化外国媒体记者流动。去年3月开始，中国限速各拒发外国媒体工作证，原本驻点中国外国媒体记者只好离开。部分的外国记者经过伫台湾驻点的外国媒体共业到3天，来到台湾作为观察甲报道中国经济地。也没办法在香港跟澳门报道的一些美国籍的记者，他们就来到了台湾。那陆续就是从大概4月就有大概8到10位，那分别是主要从一些我们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的媒体。去年3月了后，上头先进入台湾的有《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后来因为香港国安法甲新冠疫情因素，英国《卫报》也派人来台湾。因为台湾伫对抗新冠疫情顶悬表现真赞，而且科技产业发展有关键性，顺势成做外媒的报道重点。记者人就在这边，所以台湾政府其实要跟他们互动，要接触他们的，就是机会也比较多。多重的因素之下，就是也算是让台湾在过去这1年在国际媒体的一些曝光度上面是提升了不少。新增了37名的外国媒体的记者，这包括从中国移驻来到台湾的。外交部统计，驻台外媒已经有71间115名记者，去年甲即马新增加20间，30名记者原本驻台也增加7名记者。外交部强调，欢迎更较侪外国媒体选择台湾驻点，会继续协助伫台湾顺利做采访的工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医药大学的研究团队因发现讲单磷酸会当压制到武汉肺炎病毒的活性，这项研究也刊伫咧国际期刊顶头啊。伫咧防疫期间，消毒措施是一定要有，要安怎预防疫情扩大，嘛真做重要的课题。中国医药大学研究团队经过研究发现，单磷酸会当压制新冠病毒的活性，防止病毒的感染，还有伫咧细胞内底进行复制。它会去抑制那个人的表面的那个酵素，就是 TAPRS2，那它抑制完之后，那个病毒就不会进去人体里面，它也会抑制病毒复制的最主要的一个蛋白酶，就是 mPro，那它会抑制它的活性。研究团队指出，新冠病毒需要透过人体矿物质氨酸蛋白酶质来侵入人体，另外透过主要的蛋白酶来进行复制作用。研究团队的实验分析中，证实单磷酸会当压制2种蛋白质的活性，除了压制病毒进入细胞，还佫有复制作用。若是菜色果子，都有真丰富的单磷酸。现在你食物里面都有这些成分，对不对？所以是有可能。你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假如你被冠状病毒感染，但是你的感染的浓度呢，有可能因为你吃了这些食物有这些单磷酸呢，是可以把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浓度压下来的。欧美记指出，单磷酸是一种转油性的多酚类，除了菜色果子，包括高粱、红酒也是茶米等等拢有。实验嘛证实，达到52目点会当压制90%。若是需要的量，搁伫咧进一步研究当中。研究嘛刊起咧国际期刊，但是伫即马疫情伫咧滚价的时阵，也是爱先甲消毒防疫做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疫情行起来，各县市也拢甲防疫措施加强。新竹市正式甲户外公用场所进行消毒，包含着125个公园、14个市场甲车头。另外也宣布讲，对今开始禁止民众去病院探病，希望民众就爱做伙来配合。清洁人员当咧公园内底全药啊消毒，尤其是椅仔甲运动设备，民众上侪用手接触的所在，即刻更加斟酌。针对卫福部桃园病院宣布扩大回溯病院相关接触者，在新竹市的部分，目前居家隔离人数有12个人。因为部桃的关系，截至目前为止，新竹市所匡列居家隔离的这个人数是12位，启动防疫升级那全市呢125个公园，还有人口稠密的地方我们都启动了这样一个消毒的工作，包括火车站
或是像百货公司、大卖场以及公园，甚至那在开学前，我们会对所有的国中、国小来做全面的一个消毒。来到新竹上大的购物中心出入口，统一量体温，大会交通车载完人客了后，嘛要求司机一定要用酒精消毒车内环境。坐车民众嘛一定要挂嘴簪。进去的时候就一定会量测体温。那当然，手部消毒的部分也非常重要。那所有我们的那个员工都是一定要严格要求要戴口罩。新竹县的部分也宣布，目前县内居家隔离人数有7个人，呼吁民众面对疫情，挂嘴簪、勤洗手，而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所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今年的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关系，线顶展览有继续进行。主办单位今仔日伫网络顶头直播韩国主题馆的线顶开幕典礼。除了有主题国的展览以外，今年线顶册展也分做4大主题，超过200出的阅读影片，1000本的线顶册。主办单位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用行动支持出版业。连续2档因为疫情停办的台北国际册展，伫今仔日举办韩国主题馆的线顶开幕典礼。韩国出版协会会长尹哲高亲身小解展出的内容。 한국주빈국도 온라인으로 대만의 출판 관계자들과 독자분들을 만나게 되었습니다. 한국주빈국 웹사이트를 방문하시면 주제도서 전시와 한국의 그림책 등 170여 권의 한국 도서를 보실 수 있습니다. 这边的线顶册展嘛分做中文版和英文版，全世界读者拢会当做伙参与。除了主题展，也有侪侪讲座论坛。这次的线上国际书展，另外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国际沙龙。那这个国际沙龙，我们邀请了全世界最有名的20个作家来做线上的分享，或是连线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上网来看。 台北国际册展透过网络方式展开活动，有科学知识社群、联合出版社、通路甲媒体推出网络共读计划，而且分析相关的统计数字，提供给参与的出版社。线上的好处就是每个人来，然后他喜欢什么样的书，他收藏了什么样的书单，他留下什么样的意见。那这些资料呢，我们经过这个去隐私化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都可以来提供给出版社。 也是帮助出版社来做数位转型。台北国际册展唔但是台湾规模上大，嘛是亚洲第一大册展。连续2档取消实体册展，出版社真无奈。面对疫情的不稳定和台湾出版界困境，未来册展敢有其他发展转型的可能？无的确，这是大家想要知影的答案。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张玉水台北报道。 配合着国家基建发展法施行，本土基建除了范围变宽，也加入教育部的规定课程内面。所以，想要教台语的老师，拢爱通过台语中高级的认证。伫嘉义县连续2档拢举办见习课程，唔有兴趣要教台语的老师，拢会把握休假时间来上课以外，甚至有的人是千里迢迢来上课，希望会当早一日通过认证。阿华伊是27号。 真目睭大蕊圆圆的。看图来认识讲故事，爱讲2分半钟才有机会合格。对要参加台语认证的老师来讲，这毋若是考认证的准备，嘛会当成做未来教囡仔的经验。好，1点钟一礼拜1点钟其实无够嘛，所以我希望甲这个推萨去迄个社区，互厝里的家长啊，阿公阿嬷，还是讲是大人。 做伙来学。目前咱的台语真弱势，真需要来复振这个台语，互囡仔会晓讲台语。嘉义县为要推广台语，拢有咧举办台语演习的课程，希望校员上过36点钟的课了后，会当通过考试，进一步摕到台语老师的资格。我对中华园林来。 本身是学台语的，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想讲嘉义有办这个研习活动，嘛甲我较早学的物件有相关，以后嘛可能会伫教学现场去贡献家己所学的物件。因着爱安怎甲囡仔教，互囡仔讲，和老师做伙同齐来讲台语，而且我嘛拢讲，老师若有去参加认证。 嘛会当带囡仔做伙去，老师和囡仔做伙学，安尼。
来上课的老师表示，目前台语教育的环境无讲介理想，不管是人才的发挥，也是课程的安排，拢也是需要政府搁较重视。因希望会当先甲认真靠落来，替台语教育的发展开始做准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台也做回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0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你时间，咱再会。